各位嘉賓、家長、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嘅翁校長。今日我想帶大家從宇宙出發，走進我哋嘅校園。喺呢度，教育係一份薪火相傳嘅使命。我哋深信，真正嘅教育既要扎根，更要破土。今日就讓我哋一齊走進呢個既重視傳統根基，又勇於擁抱未來嘅校園，配合國家發展，一齊攜手前行，共同見證基督大愛。本校自2016年起成為 Cool Think at JC 先導學校，推行全校編程課程，以數學同埋創新科技科為首，推動 STEAM 教育。近年更與香港教育大學合作，利用 Alpha AI 機器人進行跨國人工智能素養研究，吸引法國、日本學者到校交流，展現領先嘅創科教育實力。喺課程方面，各科已融入動手探索嘅 STEAM 活動。疫情後，學生獲獎無數，當中包括計算思維挑戰賽卓越學校獎、學生創新發明大賽金獎、小學無人機競速比賽最佳小機師大獎、香港機械人任務賽冠軍、全港科技大賽環保設計冠軍、生物醫學工程創意競賽金獎、全港科研大獎賽、挑戰賽、小學組冠軍等等。學生喺創科嘅成就有賴團隊多年嘅努力。近年，學生更與中、台、英、法、日等多地師生交流，憑借豐碩成就開拓國際視野。現時我哋亦以編製校本協和航天航空科技研習冊，涵蓋飛機結構至天宮空間站知識，更於課後設有小機師培訓、小機械工程師同埋航拍小隊，發掘學生潛能。同學更喺學界模擬飛行比賽同航天員選拔大賽中屢獲佳績。我哋深信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因此除咗參與海南文昌火箭發射之旅之外，本校更自組大灣區航空科技學習團同埋內地 STEAM 教育交流團等，讓學生喺行走中培育家國情懷，為未來創科及航天夢播下希望嘅種子。本校致力建構共愛校園氛圍，以中華文化為主軸，以立根中華、聯通世界、擁抱未來為總體方向，透過國民小護照、中華文化日同埋內地交流團等活動，讓學生從歷史與國情中建立愛國情懷。課程結合國家安全教育，強化法治觀念，以多重進路互相配合策略，培育學生成為有愛德、有識見、有承擔嘅協和孩子。近年，學校在關愛校園獎勵計劃中連續獲得關愛校園嘅榮譽，更在樂系校園獎勵計劃中連續3年分別取得情義、人際同埋知識聯繫大獎殊榮。我哋將繼續培育既能貢獻社會，亦能心繫家國嘅協和新一代。除此之外，我哋多年前已喺中華文化嘅根基上成立中樂團、擂鼓隊同埋中國舞團等，讓學生喺傳承中感悟民族智慧。中國舞團連續多年於學校舞蹈節勇奪優等獎，而我哋亦多年喺伊利沙伯體育館舉行文藝匯演，讓學生踏上2000多人舞台，展現自信光芒。現時我哋增設六藝課，以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為設計理念延伸學科學習，而每年開設嘅活動多達115項。在課堂以外，我哋提供多元化嘅活動，讓每一位學生嘅獨特光芒都有機會喺全人發展嘅理念中獲得肯定。本校發揮立足香港、背靠祖國、放眼世界嘅優勢，致力提升學生嘅兩文三語能力。我哋透過跨學科閱讀與 STEAM 主題結合，並運用電子書平台，引導學生從中國經典、科學探究、品德教育中深化學習。校內舉辦班級讀書會、閱讀嘉年華、活現書中人活動、親子讀書樂無窮獎勵計劃、
課前讀書樂園、主題書展、作家分享同埋故事爸媽等多元活動，豐富閱讀體驗。同時積極參與校外比賽，以拓闊視野。我哋旨在以閱讀為基石，為學生搭建成長橋樑，穩步邁向未來。本校深信，學校能持續發展，有賴專業嘅教師團隊。因此，我哋致力建立教師專業學習社群。除定期舉辦課程發展分享會外，各科組亦恆常喺內部進行交流，讓教師在外研習嘅新知與校內同工共享，促進專業成長。近年，本校教師團隊屢獲肯定，中英數常科學、體育同埋創新科技科等多次應教育局及多所大專院校邀請，於本地與海外分享本校嘅發展同埋教學實踐經驗。10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我哋定當秉承並肩培育豐盛生命，攜手見證基督大愛嘅辦學願景，持續培育卓越人才，傳承薪火，邁向千載恩有愛。